各位戰友大家好，我係 J Law。由於我最近出咗一條片，係講熊市見底嘅8大信號，咁好多人睇完之後都問我，而家雖然知道點樣判斷熊市幾時完結，幾時應該見底入貨，但係仲未知道點樣判斷幾時應該見頂沽貨。咁佢哋就好驚，第時買咗貨之後又係唔識走。咁如果你都試過避唔開大跌市、股災甚至熊市，或者永遠都喺呢啲時候仲係揸緊成手嘅蟹貨，唔識得及早脫身嘅話，咁呢條片就係為你而設嘅。因為我會喺呢條片毫無保留咁樣公開我嘅判市秘訣，我會教你4招點樣可以喺市場大跌之前及早脫身。呢4招係通過我喺股票市場超過10年嘅實戰經驗總結而成，幫到我可以喺多次嘅市場下跌之前及早持有金。所以我會建議你一定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好可能可以幫到你喺股票投資上面提升至另外一個層次。因為識得走係重要過識得買，識得走先係決定你能夠賺多少同埋輸多少嘅最終因素。我喺呢一條片主要會以美國嘅標普500指數作為例子，去俾你見到股市見頂係有邊4個嘅強烈見頂同埋離場信號，而呢4個信號唔單止係能夠應用喺美國嘅股票市場，同樣係能夠應用喺世界各地嘅主要市場。順帶一提，呢個 channel 係分享我認為最實用，能夠幫到我今日成為全職交易同埋投資嘅方法。如果你對股票投資同埋賺錢都有興趣嘅話，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並且撳埋隔離個鐘仔，咁以後我一有新片出嗰陣，你就會即刻收到，而唔會錯失任何同股票投資賺錢相關嘅資訊。好，我哋即刻入正題。第一招，大家需要學識嘅係辨識出貨日 （Distribution Day）。顧名思義，出貨日就係沽壓龐大嘅一日。嗰一日可能係大戶喺度出緊貨，市場要上升或者下跌，必須要係通過大戶，即係話機構投資者佢參與買貨或者沽貨，先至可以令到市場形成上升趨勢或者係下跌嘅趨勢。咁所以我哋喺閱讀大盤嘅圖表嘅時候，就必須要了解圖表向我哋透露嘅大戶手影嘅信息。咁點樣去辨識出貨日係有2個條件嘅。我以呢一日2月24號為例，出貨日嘅第一個條件係喺一個下跌日裏邊，佢嘅成交量係高於前一日。第二個條件係嗰一日嘅成交量仲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你會見到喺成交量呢一度有一條紅色嘅線，呢紅色嘅線就係50天嘅平均成交量。咁你再睇翻2月24號呢一日，佢係2個條件都符合咗，所以呢一日沽貨嘅力量非常之強大。喺市場上面，散戶根本就唔可能係可以做出呢一種力度嘅沽壓，所以呢一日就係出貨日 （Distribution Day）。關於出貨日，我仲要補充多一點，有時候出貨日唔一定係嗰一日係下跌嘅。如果嗰一日係上升，但係升幅係非常輕微，或者本來升好多，後來升幅大幅收窄，令到全日冇乜點升過，而同時嗰個成交量亦都係比前一日放大，甚至乎係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嘅話，嗰日都可以係出貨日。大戶依然都係可以利用嗰日嚟到去派貨。舉一個例子，好似呢一日2014年嘅7月24號，呢一日嘅升幅非常輕微，但係佢嘅成交量係有471個 million， 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465個 million。另外呢一日嘅成交量亦都高於佢前一日466個 million， 所以呢一日大盤雖然有升到，但係佢都可以係一個出貨日。好啦，跟住落嚟就係重點啦。1-2日嘅出貨日其實不時都會發生，但係如果喺2至4個星期之內出現咗4個出貨日嘅話，咁呢一個就係市場向你發出嘅警號，你係必須要進入100% 嘅戒備狀態。所以呢一度我先重複第一招，就係如果喺2至4個星期之內連續出現4日出貨日，你要即刻進入100% 戒備狀態。而出貨日嘅定義係嗰日係一個下跌日，或者嗰日只係一個輕微上升日，但係佢嘅成交量係高於前一日，甚至乎係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好啦，跟住落嚟我會講埋第2招同埋第3招，然之後我哋3招一齊綜合應用。第2招就係留意大盤出現突兀嘅走勢。乜嘢叫做突兀嘅走勢呢？顧名思義，突兀就係非常之突然同埋怪異。譬如話嗰日係一個大波幅嘅下跌，如果你識睇陰陽燭嘅話，你會見到有一支嘅大陰燭。往往呢啲嘅突兀走勢，佢嘅波幅都係有3% 左右，甚至乎係高於3%。因為喺一個正常嘅升市裏邊，我哋係唔預期見到有一個非常大波幅嘅下跌。當市場出現一個大波幅嘅下跌嘅時候，就意味住嗰一日係有大批量嘅資金逃離市場。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唔健康嘅警號。補充多一點，突兀嘅走勢除咗係一個大陰燭嘅下跌之外，仲包括一個跳空嘅下跌。又拎翻2020年2月24號呢一日為例，我放大一啲嘅話，你會見到呢一日係一個跳空嘅下跌。佢雖然燭身並唔長，但係卻留下一個好大嘅裂口，而且呢一日嘅波幅亦都係超過咗3%。所以一個跳空下跌嘅走勢，亦都算係一個突兀嘅走勢，表明咗當時候嘅市場係非常之恐慌，好大量嘅投資者係急不及待咁樣去沽貨，佢哋甚至等唔切喺開市一刻已經係不問價咁樣沽貨出去，所以先至會造成一個咁樣嘅裂口。再加上你會見到全日嘅走勢係一路向下嘅，換言之喺開市嘅嗰一刻，大量投資者喺要錢唔要貨嘅情況之下，大舉逃離市場，並且係冇投資者願意喺呢個恐慌嘅情況之下去趁低吸納，將市場推升翻上去。反而你見到嘅係大大小小嘅投資
資者全日都係不斷沽貨離場，所以你會見到跳空低開之後，全日最終係以陰燭去收市，咁就係表明市場根本就冇乜購買力量，基本上都係沽貨主導。第三招就係喺指數裏邊高於50天線以上嘅指數成分股嘅比例，同埋高於200天線以上嘅指數成分股嘅比例係出現咗背馳嘅信號。首先講解下呢兩個係一個咩嘅指數？呢一個指數其實就係量度喺大盤裏邊有幾多隻嘅指數成分股當時候係處於50天線同埋200天線以上。佢呢度係會用百分比嘅方式嚟到呈現出嚟俾你睇。舉個例，如果佢嘅讀數係47，就意味住有47% 嘅指數成分股係處於50天線以上。咁下邊呢一個就係200天線以上比率嘅讀數。譬如喺呢一度就係喺當刻有67.86% 嘅指數成分股係處於200天線以上。咁有關呢一兩個指標係點樣設定嘅呢？同埋呢條嘅移動平均線啊，呢一條嘅50天平均成交量嘅線啊，等等等等，一切我所常用嘅圖表設定方法，我都已經喺另外一條片嗰度有非常深入而詳盡嘅講解，而且仲係手把手咁樣全部教晒你點樣做。如果你唔識設定嘅話，請你睇翻嗰條片，喺呢度我就唔重複啦。好啦，咁而家我哋講翻第三招，點解呢兩個指標咁有用呢？原因就係呢兩個指標可以更加深層次咁樣話俾我哋聽，到底嗰刻嘅升勢係咪一個堅實嘅升勢，即係話喺指數升緊嘅同時，指數嘅成分股係咪同樣處於一個健康嘅升勢嘅狀態，或者喺指數下跌嘅時候，裡面嘅指數成分股係咪依然疲弱，定係已經開始走強，從而令到我哋更加實在咁樣去得知當時候指數嘅最真實狀態。因為你唔好忘記，指數都係由指數成分股去構成，所以我哋去判斷市況，其實係應該按照指數成分股嘅實際表現嚟到判斷大市嘅體質。所以大盤嘅指數其實都係一個滯後嘅指標。如果你去解讀大盤嘅時候，你唔係從大盤嘅本質處着手，即係話個別指數成分股嘅表現，你永遠只係會捕風捉影，永遠都會慢市場幾步，因為你根本就係用咗次要並非關鍵嘅二手信息嚟到解讀市場。咁呢啲次要而且並非關鍵嘅二手信息包括乜嘢呢？就係包括嚟自網絡、報紙同埋各大媒體嘅新聞、時事信息、市場資訊、評論分析意見等等，以及好多人常用嘅技術指標，例如 RSI、MACD、OBV 等等等等。我曾經花過好多年，並且對呢啲嘅技術指標做過大量同埋深入嘅研究以及應用，後來得出嚟嘅結論係根本就係浪費緊我人生嘅時間同埋我寶貴嘅金錢。所以如果你係長期追蹤我嘅話，你會發現基本上我係唔用呢一啲什麼 MACD、保力加通道、RSI 等等等等嘅傳統技術指標，我只係會深入去研究實際嘅價格行為、成交量同埋趨勢表現，因為呢一啲先至係一手嘅資訊，而唔係二手嘅資訊。好，咁翻嚟我哋睇翻呢兩個指標係點樣應用。我就先攞近期嘅例子做解說。首先你會見到由2020年嘅1月中至到去2020年嘅2月中左右，大盤係繼續咁樣升緊。但係如果你只係由一個表面嚟到去睇嘅話，你可能喺呢啲嘅位置嗰度仲喺度買緊貨，或者持有過大嘅部位規模。正如一個人啱啱開始有病，表面上可能係冇乜病徵嘅，除非你去幫佢把脈或者去做身體檢查，你先會知道原來佢身體已經出現咗異樣。所以當你要了解市場嘅真實體質嘅時候，你就要睇埋呢兩個指標啦。我哋而家就即刻同大盤做一個身體檢查。好啦，我喺呢度畫一條趨勢線，顯示大盤仲喺度上升緊。但係請你再睇下喺成分股裏邊處於50天線以上嘅成分股嘅比例，喺大盤一路升緊嘅時候，呢個比例卻係一直咁下跌緊。佢透露咗咩信息啊？就係話俾你聽，喺市場上升緊嘅同時，竟然有越嚟越多嘅股票佢係跌穿咗50天線，即係話市場上面係越嚟越少股票佢係參與緊呢一個嘅升勢。我哋再睇埋200天線以上嘅比率，喺1月中嘅時候，大約有80幾個%嘅股票係處於200天線以上，但係去到2月中嘅時候，就只係得翻70幾%嘅股票係處於200天線以上。而唔好忘記，當時候嘅大盤係繼續上升緊，而且仲係創緊新高添。咁點解喺指數成分股裏邊，由1月中有70幾%嘅股票係處於50天線以上，去到2月中只係得翻60幾個%嘅股票係處於50天線以上，同樣處於200天線以上嘅股票又點解會越嚟越少嘅呢？個原因係聰明嘅資金由市場流走，你見到嘅升勢其實並唔健康嘅，極有可能只係大戶玩嘅掩眼法。佢哋用少量嘅資金去托住一啲比較權重嘅股票，或者繼續推升一啲權重嘅股票，而其他更加大量嘅資金就喺其他股票嗰度套現流走，製造出市場仲係歌舞升平嘅假象。而可憐嘅散戶投資者，如果睇唔到大盤嘅本質嘅時候，就好容易見到市場喺度升緊，然之後有啲股票卻係跌咗，覺得有得執平嘢，因為佢哋見到個市升就覺得市場仲係好安全，自作
作聰明咁樣以為自己發現到一啲筍嘢，殊不知喺呢個時候佢哋見到跌咗嘅平貨，其實正正就係大戶喺度暗中出貨。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會3招一齊綜合應用。咁我哋先拎翻2020年嗰次嘅大跌市為例。首先喺2月11號呢一日，你會見到呢一日係一個輕微上升日，佢曾經係高開，並且係試圖繼續向上升，但係後來隨之而低走，最後對比上一日嘅升幅都唔係升咗好多。而你睇埋嗰日嘅成交量係明顯高過前一日嘅，咁呢一日嘅成交量就係有1.863個 billion， 而50天嘅平均成交量就係1.854個 billion， 換言之，亦都係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所以我哋可以判斷呢一日為第一個出貨日。第二個出貨日喺呢一日2月嘅20號，呢一日係一個下跌日，成交量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亦都大於前一日。接下落嚟2月21號亦都係一個下跌日，而且下跌波幅亦都唔細，下跌時候嘅成交量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亦都係高於前一日。跟住落嚟去到2月24號呢一日係一個跳空下跌，而且全日係低開低收，所以呢一日已經符合咗第二招突壓嘅走勢，並且佢下跌嘅成交量係異常放大，遠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亦都高於前一日，所以呢一日係第4個出貨日。睇到呢度嘅時候，其實你只係用咗頭嗰2招，已經係可以認到2月24號嘅呢一日係應該將所有嘅股票沽出，全部揸晒現金。好啦，我哋再睇埋50天以上嘅比率同埋200天以上嘅比率有冇出現背馳嘅現象。咁呢個啱啱已經係畫咗俾大家睇，處於50天線以上嘅指數成分股嘅比率係響大盤一路升緊嘅時候，佢係一直咁下跌，出現咗背馳現象。再睇埋處於200天線以上嘅指數成分股嘅比率，同樣地亦都係一路向緊下。呢2個指標同埋大盤嘅走勢係出現咗背馳嘅現象，呢個係第3個強烈信號。因此，如果你喺2月24號及時出清手上面所有嘅股票，跟住落嚟嗰30幾個%嘅暴跌，其實就係與你無關，完完全全係可以避開呢一次嘅熊市。跟住落嚟，我哋再睇多啲例子，包括就係俾一啲中期調整嘅例子俾大家睇下，點樣去認19年嘅5月至到19年嘅6月呢一個月有一個中期嘅調整。因為往往好多業餘嘅投資者喺呢啲中期調整裏邊都可以輸好多錢。你唔好睇大盤好似只係下跌咗7點幾個%，喺好多時候一啲7至8個%嘅市場調整，有好多嘅個別股票佢哋嘅跌幅係可以達到30個%。而由於中期調整係經常發生，所以業餘嘅投資者好多時候都輸錢輸喺呢一度。當然未計超級大熊市啦，喺超級大熊市裏邊，好多嘅業餘投資者甚至乎係輸身家嘅，或者喺熊市裏邊財富蒸發到70%以上。所以如果你睇到呢一度，你覺得呢一條片係幫到你，或者可以幫到好多人嘅話，請你俾個 like 呢條片，同埋 share 出去俾多啲人睇。你嘅互動參與係有助增加呢條片嘅曝光率，有機會幫助到更加多嘅人。而且你幫忙分享呢條片嘅話，亦都可能幫助到你所認識嘅親戚朋友，避開一啲大跌市、股災、熊市，避免因為市場周期蒸發大部分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財富。好啦，咁我哋睇翻呢個案例，最早嘅出貨日喺4月16號，呢一日輕微上升，但係成交量比前一日放大。有時候雖然冇多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但係如果接下落嚟喺短時間之內，即係話喺2至4個禮拜之內出現咗4個出貨日或者疑似出貨日，你都必須要提高警覺。接下落嚟嗰一日係4月17號，呢日係一個下跌日，而成交量進一步放大，唔單止高於前一日，呢次仲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第3日係4月25號，第4日係5月1號，呢一日雖然佢冇高於前一日，但係由於佢嘅下跌成交量都係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而且你再睇下呢一日嘅走勢，係高開咗之後全日低走，而且收市係倒跌，並且係收喺全日嘅最低點。呢一個走勢係有一啲突兀嘅。如果你呢一日都未走，你喺接下落嚟嘅5月7號呢一日就進一步再見到第5個出貨日。呢日嘅成交量你會見到係比前嗰2日明顯放大，而且仲係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我哋睇埋50天線以上嘅比率，你會見到喺指數一路向上升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出現咗背馳。雖然200天線以上嘅比率就暫時未發出背馳嘅信號，但係由呢一度有5個嘅出貨日，再加埋有一啲突兀嘅走勢，同埋50天線以上嘅比率已經出現咗背馳嘅信號，至少已經可以話俾你聽，而家市場已經有啲頭暈身㷫。如果你唔願意冒風險嘅話，你可能喺5月7號呢一日就已經沽貨離場，至少你可以避開之後5個% 嘅市場調。咁呢個例子你會見到，同頭先2020年嗰個例子相比，佢只係大概80%符合啱啱我列出嚟嗰3招，而2020年嗰個例子就係100% 符合晒。所以最終呢一個係一個中期嘅調整。而如果你係見到有一個100% 符合晒嘅案例嘅話，咁就意味住好大機會會出現股災式嘅下跌。我哋再睇多一個例子，呢一個係2018年因為中美貿易戰而引起嘅大跌市。咁呢一日2018年嘅9月21號，你會見到有一個突然之間好大嘅成交量。咁我喺呢一度要補充一點就係，每逢3月、6月、9月同埋12月呢4個月份嘅第3個星期5，如果出現異常放大嘅成交量係唔計嘅。原因就係每年嘅3月、6月、9月同埋12月
呢3個月份嘅第3個星期五係一個期貨嘅結算日，當日往往會出現異常放大嘅成交量，所以特別呢一4日嘅成交量係唔能夠用嚟作為出貨日嘅憑證。咁18年嘅9月21號呢一個就係結算日。好啦，唔計呢一日，我哋仔細嚟到去睇9月嘅24號係一個出貨日，下跌時成交量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而家換4色陰陽燭去睇得清楚一啲，9月28號呢一日係一個下跌日，而成交量係放大，佢唔單止高於前一日，亦都係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接下落嚟有10月3號高開，然之後低走，最終輕微上升，但係成交量放大，亦都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呢一日係第3日，10月4號下跌日，成交量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第4日10月5號第5日，10月9號下跌，成交量高於前一日，亦都高於50天平均成交量，所以係第6日。同時去到呢一日嘅時候，大盤已經連續3次去測試50天線啦，所以你會見到喺短短大概2個星期左右，已經出現咗超過4日嘅出貨日，再加埋你睇50天線同埋200天線以上嘅比率，同埋大盤嘅走勢，亦都係出現咗背馳嘅現象。去到10月4號、5號、6號嘅時候，處於50天線以上嘅指數成分股嘅比率只係得返唔夠50%，而處於200天線以上嘅指數成分股嘅比率，亦都係得返大概60%左右。相比起喺8月份嘅時候，大盤指數仲低於10月頭，但係當時候就有60% 以上嘅指數成分股係高於50天線以上，所以你會見到大盤喺呢個位置嗰度，其實體質已經轉弱咗啦。你再睇下10月4號同埋10月5號呢一兩日，10月4號首先有一個裂口嘅低開，然之後全日係試過大波幅嘅下跌，而最終收市亦都唔可以收復失地。去到10月5號係繼續盤中曾經有一個大波幅嘅下跌，所以呢一兩日突然之間相比之前嘅波幅係放大咗咁多嘅時候，已經顯得有啲突兀，所以喺10月5號就已經符合咗我所講嘅頭3招，喺2至4個星期內多於4天嘅出貨日出現突兀嘅走勢，50天線以上比率同埋200天線以上比率出現咗背馳信號，所以你應該喺10月5號或者10月8號或者係10月9號喺呢幾日裏邊，你係有一個 windows of opportunity 去出清你嘅持股，咁你係完全可以避開之後嘅暴跌嘅。就算你唔記得咗咁樣做，喺10月10號呢一個市場暴跌嘅呢一日，其實都仲有最後一個逃生門。雖然大盤喺呢一日下跌咗3.26%，但係呢一日仲有全日咁長嘅時間俾你去沽貨，你可能喺早少少嘅時候沽貨，你都唔會輸咁多。我假設你真係去到臨收市你先如夢初醒，因為呢一日好明顯係一個超級出貨日，佢唔單止大波幅嘅下跌，而且成交量大幅上升，唔單止高於前一日，而且仲係大幅高於50天嘅平均成交量。你就算喺呢一個嘅位置嗰度先至去沽清股票，其實都仲未叫好遲，因為你睇下之後嘅走勢，佢係仲有15% 嘅空間繼續跌落去。所以10月10號呢一日其實就係最後嘅逃生門。當然最好你喺10月5號嘅時候就已經察覺到啦，因為喺10月5號嘅時候或者10月9號嘅時候，我所講嘅頭3招已經全部都已經符合晒。接下落嚟嘅會係一個股災級嘅暴跌。好啦，跟住落嚟我會教你第4招，就係去辨識急漲性走勢 climax run。呢一個急漲性走勢亦都係其中一個嘅見頂信號。雖然佢未必會喺每一次嘅股災、大跌市或者熊市之前出現，但係當如果市場出現咗呢一個信號嘅時候，你亦都係需要高度戒備，隨時準備賣出你嘅持股。咁急漲性走勢佢嘅特徵係咩呢？顧名思義，佢就係有一段急漲性嘅走勢，但係你必須要識得分辨有見頂意味嘅急漲性走勢佢係點樣樣嘅，以免令到自己過早沽出股票，從而錯失一個非常亮麗嘅升勢。好啦，咁呢個有見頂意味嘅急漲性走勢又係點樣睇嘅呢？第一，佢係必須要出現喺一段延伸性漲勢之後。好啦，咁我就以2017年至2018年呢個牛市為例。首先你會見到喺2017年呢個牛市，佢係由2016年嘅11月開始嘅，然之後佢就非常之有序咁樣去上升。我哋點樣知道佢係咪有序嘅上升呢？好簡單，我哋可以畫一啲趨勢線俾佢。好啦，畫咗趨勢線之後，個作用係啲咩呢？個作用就係去觀察佢嘅上升斜度。咁基本上喺2017年嘅年頭，直到去2017年嘅11月，成個嘅升浪發展都係喺一個正常嘅斜度之中。呢一段嘅升勢其實係健康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喺尾段嘅時候，特別喺2017年嘅11月尾，指數開始脫離咗一個正常嘅斜度。我哋喺呢一度再加多一條趨勢線俾佢。好啦，大家見唔見到由2017年嘅11月至到2017年嘅12月尾呢一段嘅升浪，佢嘅斜度係同之前嘅上升斜度係已經係唔同咗啦。我喺呢度畫咗一條藍色嘅趨勢線，你觀察佢嘅角度同埋之前紅色嘅趨勢線嘅角度，藍色嘅呢條趨勢線明顯係傾斜咗，所以喺呢一度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延伸性嘅漲勢，但係都仲未有見頂信號住。接下落嚟由2018年嘅1月頭去到2018年嘅1月尾呢一段嘅走勢，我又再畫多條趨勢線俾佢。好啦，你會見到紫色呢條線係呢一段升勢嘅趨勢線，佢嘅斜度
度同埋之前藍色呢條線嘅斜度又係有所唔同，紫色呢條線又更加之傾斜啦。一條越傾斜嘅趨勢線就代表住嗰一個嘅趨勢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波幅非常之大。咁喺呢一段嘅升浪就係稱之為急漲性嘅走勢 climax run。另外你再仔細啲留意一下喺呢一段嘅走勢，每一日嘅升幅基本上係大於之前嘅延伸性走勢同埋再之前嘅一般走勢。你由呢一段浪嘅漲勢嘅每一支巴你可以見到每一日嘅升幅都係非常之大嘅，而之前嘅延伸性漲勢佢係比較細一啲，再之前嘅一般性漲勢每一支巴亦都係再細一啲，所以喺呢一段浪裏邊就形成咗一個時間壓縮。簡單嚟講，個派對隨時都會完結，個原因係出現喺延伸性漲勢之後嘅急漲性走勢係代表住市場氣氛非常之熱烈，無論係散戶投資者定係機構投資者，佢哋都係高歌猛進咁樣去買股票。因為你必須要知道喺市場氣氛最樂觀嘅時候係會有大量嘅散戶佢哋去認購基金，咁基金多咗錢又要去買股票，所以喺全世界最亢奮嘅時候往往就係會出現咗喺一段非常短時間之內市場每一日都出現好大嘅升幅，咁往往喺呢個時候亦都係市場見頂嘅時候。首先你睇翻呢一段浪，喺呢一日1月16號呢一日出現咗第一個嘅出貨日，隨後喺1月24號呢一日亦都係出現咗第二個嘅出貨日。1月30號有一個裂口跳空低開，而且成交放大，佢係第三個出貨日。隨後1月31號基本上冇乜升跌，但係成交量繼續放大，呢個係第四個出貨日。再加上突然之間1月30號有一個裂口跳空嘅下跌，係屬於一個突壓嘅走勢，所以當咁多信號出現咗之後，你其實最應該係喺1月31號去離場。假設就算你喺呢一日冇沽售晒你所有嘅股票，接下落嚟你喺2月2號呢一日，你更加應該沽晒你所有嘅股票，因為你睇下喺2月2號嘅呢一日，佢係一支大陰燭，亦都係一個跳空嘅下跌，然之後全日收市接近一個最低嘅位置。呢一日嘅下跌波幅亦都非常之大，你可以見到呢一支燭嘅燭身係遠遠多過之前任何一日嘅下跌。當有一個咁樣嘅大幅度嘅下跌出現咗喺急漲性走勢之後，基本上你都已經可以肯定呢個急漲性走勢已經完結。2月2號呢一日係一個強烈嘅見頂信號，亦都係最後嘅逃生門。佢嘅成交量亦都顯示話俾你聽，呢日亦都係一個出貨日。所以如果你可以喺呢一日嗰度及早脫身，你係絕對可以避開之後嘅急跌同埋之後咁大波幅嘅市況。當然最理想你梗係喺1月31號離場啦，呢個係最正確嘅脫身位置。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去成功脫身嘅話，基本上你係喺最高嘅位置離場咁滯，之後嘅跌市係完全同你冇關係。我再俾大家睇多一個實際嘅例子，呢個係香港嘅恒生指數喺2007年嗰次嘅牛市。首先你會見到紅色呢兩條嘅趨勢線喺段時間裏邊都係一個有序嘅上升，之後由2017年嘅6月至到2017年嘅7月，升勢嘅斜度轉變咗。我用藍色呢條嘅趨勢線顯示俾大家睇，呢一度其實就係屬於延伸性嘅漲勢，之後就出現咗一個好急速嘅調整。所以喺呢一度你會見到，即使未去到急漲性嘅走勢，延伸性嘅漲勢你係都需要提防嘅。隨後呢個調整之後又再展開一個新嘅升勢，而呢個嘅升勢我係用紫色嘅趨勢線嚟到顯示，咁你就可以好清楚咁見到紫色呢條嘅趨勢線係比起藍色呢條趨勢線佢嘅斜度係更加之傾斜，而且你再睇下佢每一日嘅升幅，佢每一支嘅巴都係遠遠比起以前係大好多嘅。咁樣就意味住喺呢一度嘅時候已經出現咗時間壓縮，每一日嘅波幅都係相比起以前係大咗好多。換言之，呢個就係喺延伸性漲勢之後嘅急漲性走勢。點樣判斷急漲性嘅走勢嘅結束呢？就係當你見到如果有一日突然之間有一個大幅度嘅下跌，而呢個大幅度嘅下跌係之前嘅交易日之中最大嘅話，咁就係象徵住呢一段嘅急漲性走勢嘅終結。所以無論如何，你都應該喺2007年嘅11月5號呢一日將你所有嘅股票沽出，因為之後係有一個62% 嘅下跌空間等緊你。換言之，喺急漲性走勢之後嘅第一個最大幅度嘅下跌就係你嘅逃生門。好啦，咁去到最後，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學到嘅重點。股票市場嘅4大見頂信號同埋離場信號：第一，響2至4個星期之內，大盤出現咗4個或以上嘅出貨日；第二，大盤出現咗一啲突兀嘅走勢，例如話裂口下跌，並且下跌幅度驚人，成交量異常放大，都係屬於見頂嘅警號；第三，處於50天線同埋200天線以上嘅股票嘅比例喺大盤一直升緊嘅時候，卻係一路減少，形成一個背馳嘅現象；第四，大盤喺延伸性漲勢之後出現咗急漲性嘅走勢，並且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超級大幅度嘅下跌。呢一日嘅下跌幅度係過去幾個月以嚟，甚至乎係1年以嚟最大嘅單日下跌。呢一日就係強烈嘅離場信號。好啦，咁今日就講到嚟呢一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係實用同幫到你嘅話，記得分享、留言同埋俾個 like。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 嘅話，記得一定要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
睇，咁之後我一有新片出嗰陣，你就會即刻收到，唔會錯失任何同股票投資同埋賺錢相關嘅資訊。好，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